今次立法會選舉真係睇盡人生百態。廉署日前起訴兩男一女，就係因為手賤轉載咗湯偉雄、姜家偉杯葛選舉嘅貼文，而真正出帖嗰兩位抽水王呢？繼續喺海外嘆世界，真係篤手機易，啃官司難。講開湯偉雄同姜家偉呢對海外孖寶真係搞笑過喜劇。湯偉雄2019年上環暴動案罪脫，喺得知律政司上訴之後，就急腳移民台灣，以赴湯之名做網紅。當初死口唔認參與暴動，而家竟然自封前線抗爭者，擺明要借此抽水。至於姜家偉，更係神棍級操作。以前喺香港扮牧師招搖撞騙，俾人踢爆之後，連台灣都唔收留，真係老鼠過街，人人喊打。最陰公係佢個助理南非，幫佢去拍香港議會宣傳片，結果被判囚12個月。所以話呢班所謂鍵盤老鬼，匿喺熒光幕後面信口開河，流量就佢哋賺，鑊就跟風嘅石，真係陰濕到極。言及此，仲要提防一啲軟性煽惑。此前被點名批評嘅楊穎宇，最近喺 Facebook 轉載一則通勝，話12月7號忌出行防血光之災。明明投票日卻叫人留家，同直接寫唔好投票有咩分別？呢種此地無銀300兩嘅操作，分明係想陰乾選舉，其心可誅。講到底，班人嘅套路萬年不變，叫人衝自己鬆。湯偉雄、姜家偉、楊穎宇抽水抽到笑，但跟風轉載嘅市民隨時被拉。今次選舉關係到香港未來，各位街坊千祈咪中伏。12月7號與其信通勝，不如信自己對手上嗰票，企出嚟投票就係對班抽水黨最響亮嘅回應。特別係喺大埔5級火災發生之後，呢幫鍵盤老鬼更加係不遺餘力咁攻擊抹黑選舉。越係呢個時候，各位街坊更應該永手中一票，選出值得信任、為民着想嘅立法會議員。